第12课，原地的故事。路加第16章讲，原是一个无老实的原地的故事。耶稣讲，一个好野人有一个原地，这个原地在管好野人的家业。这个好野人听讲，伊的原地被浪费伊的家业。这个原地无正法，好野人叫伊的原地来。答伊讲，我有听人讲，你所做的代志是安怎？你无正直，你毋是好的原地，你被浪费我的家业，你无诚实。我要请新的原地来管我的家业，你的小铺就摕来生我。这个原地摕小铺来生伊的主人，伊的主人就甲伊讲。你被即马去，毋是我的原地。这个小铺，我要互新的原地，毋免搁再浪费我的家业。这个原地感觉真见笑。原地的心内想讲：我要安怎？我无工作，做起这是见笑代。若是真粗重的工作，我嘛袂晓做。伊搁想讲：我想，我着安尼做。我要帮衬这会欠主人的钱的人，以后因要接纳我一间的厝内，我才毋免做乞食，毋免见笑。我要叫这会欠我的主人的钱的人来，我要问因每一个人，因有欠偌济，我要叫因捐一半若得，我要安尼算数。伊带先叫一个欠债的人来，问伊讲。你欠我的主人偌济？伊应讲，有100桶。原地甲伊讲，你的小铺互我看，我要写你欠50桶若定，你只有着先50桶油。这个欠债的人感觉真欢喜，原地的心内感觉较安心，伊打算伊毋免去做乞食。伊搁叫一个欠债的。来甲伊问讲，你欠偌济？伊讲，我欠100石卖。原地甲伊讲，你的小铺互我，我要写80石。即马你只有欠80石，你要还的时是80石就好。迄个欠债的人感觉真欢喜，因为伊毋免还100石。主人听讲这个浪费伊的家业的原地所做的，伊叫原地来甲伊讲：你真牛，你甲欠我的债的人安尼算数是真有理，因为你家己有得到朋友，以后你毋免烦恼无工作，要来做乞食。耶稣的假释的意思是讲，亲像这个歹的原地，伊失落伊的工作的时。真头为着将来来打算，咱也着为着咱的灵魂的将来来打算。